根据环境部的统计，台湾一年会当用大概是40亿个用一届就拼掉的塑胶杯啊。为着要配合中央塑胶减量的政策，彰化县按说明年元旦开始，县内饮料店袂当搁再使用一届就拼掉的塑胶杯啊，违规者上当会罚6000块。台湾手持地的商机大，但是一人一杯饮料，却出现大量的塑胶垃圾。为着配合中央塑胶减量的政策，彰化县按明年1月初1开始，县内饮料店袂当搁使用一届性的塑胶杯啊。有业者表示，因嘛愿意配合塑胶减量的政策，不过认为主管机关宣传无够，互因根本袂受欢迎。在程序上有点就是宣导不足。然后导致我们这些业者就是觉得说我们会措手不及，然后我们就是现在就是有点就是叫两难，一个叫成本上的考量，一个叫销售上那边的那些制作那些杯子销售的部分要怎么处理。彰化县环保局表示，中央2022年就已经公告一届性塑胶杯啊限制使用的相关规定，嘛有伫今年4月召开说明会，甲相关业者讨论评估塑胶杯啊库存，建议政策实施的时间。今年的4月份开始，咱就针对咱县内业者有千几间的业者，咱就去做通知、去做巡检、去甲劝导，啊，有经过一寡报纸啦或者广播。甲阮网络甲我嘛有拜托公所，等于说各方面来做相关的宣导。目前彰化县内计共有1030间的饮料店，环保局伫9月初有寄公文甲宣传单予业者，希望大家明年度开始配合政策的实施。若违规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开罚单，嘛呼吁消费者杯饮料会当家己炸杯啊，毋若环保阁省钱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